小哥哥，你这个懒散的样子，一辈子也别想回天庭了。我不理你了。发生了什么？哼，笨蛋哥哥，居然说每天这样吃吃睡睡挺好的。我们可是神兽啊！照这样混下去，什么时候才能回天庭啊？我要靠自己把早赎回来。不行，我可是神兽，我可以骗你。这不是银角吗？老鼠姐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可是你只身一鼠在森林里是很危险的，要不要来我的公司啊？哦。那你以后就跟着松鼠大哥了。多指教。兔宝集团了解一下，你好，那个了解一下。兔宝集团了解一下。了解一下。看好货物，我去就回。交给我吧。这次一定要顺利完成工作。啊！又是这个家伙！我是不会离开货物的。有兽小剧场。正片中，土宝鼠邀请银角去公司做什么呢 ？A. 工作 B. 探亲 C. 蹭吃蹭喝。回答错误，是你想蹭吃蹭喝吧？哎呀，我看你就是不想工作。哈哈，终于选对了。工作。早在南朝范晔编撰的《后汉书》中，就提到了“工作”一词，以连遭大忧，百姓苦役，商帝康陵方中秘藏及诸工作，事事简约。只不过这里的工作还是指工程，经过多年的发展，才增加了如今的业务、职业的含义。